寒流一波一波南下，气象局预估伫8号、9号上寒，气温大概只有7度到10度，除了爱注意保暖，体贴的宠物主人嘛要随时注意厝内猫犬敢会惊寒等身体变化，特别若有饲伫户外的狗仔，更是一定要注意。也无依照动物保护法，保暖嘛是列为主人的责任。一旦无尽到责任，被检举查到，限期内若无改善，上悬将处15000块的罚款。动保法有规定的4组责任之中，就是保暖也是其中一项。所以最近天气有几天就是非常的冷啊，希望各位饲主就是记得帮家中的宠物做好保暖。对，然后如果没有保暖接获检举的话，我们动检员会实地去查看，看是不是真的没有做到那只狗需要的保暖措施。啊，如果真的有造成那些狗一些比较生理上的不适的话，我们有可能会有3000到1万元的罚款。这样。面对这项动物保护规定，虽然真侪主人拢无清楚，不过相当认同立法的精神。我觉得有这样的法则很好啊，然后就是像我们人也要穿衣服，所以就是在外面的话，看到一些狗狗就是在发抖啊，所以也需要一些保暖的，就是措施这样对他们就感觉也比较好。动保处进一步提醒主人，市面上有真侪宠物的衫、场景，不止保暖，穿起来嘛真古锥。当然，选用适当的回收材质，家己来制作嘛真好，让猫犬会当温暖度过寒冬。例如比较小只或短毛的，通常会比较怕冷，就是可能需要一些衣物的保暖。对啊，如果是像有一些长毛的狗，它可能本身就比较不怕冷的话，就你可以简单给它遮蔽就好。不过主要就是要常常观察自己的宠物有没有例如发抖啊，还是就是缩在角落，就是出现一些它感觉不太舒服的状态这样。当然，一般宠物主人饲狗仔敢若饲囝同款，所以动保处嘛欢迎介意猫犬的民众会当来动物之家爱心领养，或者这流浪动物伫寒流来袭，有一个温暖的厝。台南新闻，阮之何乔芳采访报道。